我被换录掉，我被换我要这去 Ghost episode。他们淡薄腰，淡薄腰，你淡薄腰，甘配對嚟哦，人家甘配冇對嚟，甘配唔是冇對嚟咩？我確定，我甘配我看到你半我個腰呢，看到你spaghetti嘅腰哦。講啦，看到我人腰，我甲看伊，人無看到我 spaghetti 腰咁。我冇看到你人啊，你都冇 video。未見人，袂使。各位聽眾，歡迎來這個禮拜，我會同你講幾個故事。你告訴隻老鬼隻股無對來誒，就對來啊！甘配還你，老鬼對來啊！我想到甘配嘅鬼，告訴是想到，伊講伊看到一隻 gas tank。Scuba diving 用清 gas tank 未講到變鬼去，然後個老鳥英國叫我哋 ，Hello 大家，然後個裝啊，個話啦，個nasi lemak。Hello。然後個，我做咩聽到玩 music 啊？細聲嘢。然後個杜巴，唔是。Putu mayom, hoan putu mayom. แล้วก็อุลาเจ้าอาหารฮอนเอง Hello， 大家好，有叫真係聲。Oh my god, oh my god. ก็อุลาเจ้าอาโลฮอนเองก็ตัวเล็บเท้าฮอนเอง這禮拜我諗佢就係對嚟講鬼嘅故事了。裝你 Q 到頂啊，但是應該中。別動啦！誒，夠一千個，都對，別使講對，別使講。來了。bisa講是做 disguise 啦。OK， 當今這禮拜，咱們來講鬼嘅故事。咱最近有咩鬼嘅故事哦？我要聽那是喇嘛嘅鬼故事，安順嘅講。哦，我聽啊。OK， 這唔是我嘅故事啦，這是聽講啊。我聽我嘅媽嘅朋友講嘅。伊講伊古早誠久啊啦，伊是佇一個estate 做工嘅。即樹林啊，樹林啊。我樹林嘅。唔是，我迄邊是palm oil palm 油脂巴。油脂巴。Yeah， so 伊誠早就愛去做工了回，講伊成日是5-6點伊就愛出門了。so 有一擺伊出門 ，then 伊去愛拍油so 伊去 petrol station 拍油 ，then after 伊拍油伊講伊看到有一個 nurse 一個查某的 nurse 叫咩
米斯啊，一查某的密斯。So，伊讲伊查某诶，伊毋是穿白路诶uniform，伊是穿啥啊古早诶 uniform 哦。耶，伊讲old fashion 诶 uniform。So，伊讲有一个密斯伫街路边啊，啥啊去伊爱 stop 伊车，伊嘛 stop 我，伊看一个查某安尼可怜，伊 stop 我，咱伊密斯讲哦，会使会使载我去 hospital 无 ？Because 伊迄条路会有pass by 诶 hospital 诶，所以伊讲哦会使载我去 hospital 無 ？Then 我诶嘛朋友嘛講哦 OK 啊，你就講是米斯做工啦呐。Then 伊嘛特別奇怪，做乜穿唔上嘅米斯衫？是哦，咧伊就奇怪，準備紅協有一個密斯啲街路邊哦，是毋是人幫伊啊？還是因為迄個地方無厝誒，所以 for 迄密斯愛佇嗰邊，就是愛得一個人幫伊佇嗰邊，還是毋知安怎伊會佇嗰邊哦。所以講 OK，不要緊，你入來哦，我帶你去哦。then 伊 on the way 咧，伊本有甲迄個密斯講話。你講 OK 哦，everything normal 就講哦，啲密斯啲 hospital 做工啊，我是做estate 啊，即係拍殼個啦，拍殼。你講啊我，你after that 咯，有唔知伊迄個 uncle 唔知我買朋友啊，唔知伊講下物啊，應該是講一個好笑嘅物件。你講我迄個密斯笑，伊笑甲真啊，真啊，真啊geli，真啊，真 high pitch， 我一個真 high pitch 哦。你話你是破嘅咧？你講笑甲真啊evil，真尖啊，真尖啊，真尖，你話一般冇官場哦，你講一般我快話哦，一般唔敢講話，快話。一隻到底後尾是這一邊啊？一邊啊。哦。伊本唔敢看伊，伊講快看去迄個 hospital 幫伊啊 ，OK， 拜，伊就看去迄個做工嘅所以伊無講就變咗鬼什麼特別，伊是rasa 奇怪可能啦。奇怪哦。然後伊本有問，成日有問伊個朋友啦，伊人講 because 5-6點哦，毋是密斯去做工嘅 shift， 毋是換 shift， 毋是換 shift 嘅時間。一般奇怪，做咩有密斯5-6點愛去 hospital？ 一個穿個真舊嘅 uniform。一古早 uniform 是按怎款嘅？我 try 到想看伊。唔知，因為馬路 uniform 是毋是？青色，唔知係咩色啊？伊講，不過伊知影，伊個有去迄個 hospital 誒，迄是 government 嘅 hospital。伊有去誒，伊知影迄個 uniform 唔是白路 uniform 就對啊啦。即係個落古一陣啊！方面諗請伊頭殼有一個罐罐嘅物件嘅是無？等嘅。唔知哦，我冇問哦。有紅飲嘅。我在古早嘅 uniform 哦，伊咪是衫是較長嘅。貴甲搭有誒 ，OK，and then 咧，伊咪是頭咧，迄個 gear 咧，嗬，是甲 flat 落來嘅 ，because 伊想terbalik the other way 啦，伊 flip the other way，instead of 當個 cupcake 喺後邊嘅，伊是 the other way 然後落來嘅噃。哦。了，要驚乜咯？可能密斯嗰啲就冇驚啦，落驚密斯嗰啲就冇只空貨咧，而家先穿嘅 uniform 嘅時候啊，白人講白穿白衫時，嗰時實鬼時嘅，就不可能鬼唔是穿白衫啊。你件是啲街路邊5-6點啲街路邊。喲，一個人哦。恐怖。那別人有係咪故意告訴俾人講？我有。你是別使講，別使講嚟講。OK，這是我嘅香港 American born 香港人嘅朋友講嘅啦。伊咧是本是 vacation 7月半時，
伊嘛是伊袂晓正迄个 Chinese culture 安尼做咯，所以这个半是等你是于美國出香港世啦，美國这个伊是pure American 所以伊对香港是感觉是7月半點成啦，那所以伊嘛是去伊有date 個 friend 啦，所以伊嘛是叫 taxi 咯，在香港嘅啦，所以叫 taxi 落來啊，伊嘛是悄悄看伊嘅 wallet 看有迄個香港鐳無咯，說垃圾無夠香港鐳淡薄爾咋，不了是微信，所以伊嘛是叫伊嘅家己人 ，one of the 伊嘅出來人嘛是講你說廿鐳落來，應該我等架 taxi 啊。然後講 taxi 都係來時 ，taxi 來時，伊冇大便單掉一啲嘛，伊唔是做 high class hotel 嘅，伊是伊家己人厝是甲迄個無安尼 high class 嘅flat 樓安尼啦，所以伊嘛對大便講，因為伊面叫伊嘅，係啲叫 sister 落來啦，所以after that 伊看到邊啊阿姨大便燒了迄個電鑽唔知，所以講，伊講阿婆，你做乜嘢？就一講話，佢講跟人話，佢講佢正硬係阿冇聲噪音。所以阿婆講，我哋寄錢俾我哋親戚。寄女可以錢正，係講啲燒到咁轉嘅嚇。寄女可以錢正咯。所以以前每啲朋友每伊嘅阿婆啦，每塊一啲做咩？我朋友每阿婆啦，而家是未曉嘛，而家剛剛是7月半啊。所以而家每個阿婆你做下面，講阿婆講寄女可讓係情人咯。即係阿對阿婆每講你做下面，我當我情人寄女落來，即係阿婆看目睭啊。呀！快啲你拖你一百，哇！你把你阿婆喂，看啲仔看啲阿婆，你說按拖咩拖啊？咋？你講如果想為阿婆，唔是講唔是講係飄嘅香港話，講你廣西嘅阿妹啊，講同阿婆講乜嘢啊？係咪講？講我仔講我情人寄女落來了嗎？大家我爆了！Oh my god， 好笑！在，伊是人上我是鬼嚟嘛？講我情人寄女，伊人啲少女嚇。講 English translation 是my relative deliver the money down，落來一啲是啦。哈。好笑啦！好笑。是鬼嚟單條路，是咯，啲人家包了。Too real. Oh my god， Gigi cough 過。哇 ！Oh my god， 你變做大粒頭去啊！大粒頭冇啊，但係你 inherit 嘅。แล้ว好笑。你依家記載係咪叫係依家人講嘅依家載咩事？伊無咩帶，即係奇怪，嗰種阿婆嗰啲人去小抓入面問伊，如果是講嘅大聲本嚟講，我同佢講，我叫我親戚寄錢落嚟啊！哇！包咧接落俾個阿婆咧包個維護，嘅，會咩錯話啦？哎呀，我大家你試下啦！阿對對，伊識得入落嚟呢事，點解個阿婆講啊？你大聲嘅，我睇講我叫路人，你叫你落嚟。你講錯咗，你講錯啊啦！你拎錢落嚟，唔是寄錢落嚟，咁唔是 deliver 落嚟，寄落嚟，香港。你講，你個蝦子人啊，都貴啊啫。你講落嚟數啦，個驚。落嚟。你話我親戚嘅燒啲錢落嚟俾我。你講寄啲錢落嚟。哎呀 ！Deliver the money down 嘛。好笑，阿韓有幾個數？冇。你係賣我等你幾個數冇咧？我媽退休了，我冇駕車了。唔得個喎。冇啦，應該是冇因為伊人迄時有真濟，迄款。
還那幾家嘅事啊，是因為啊，迄個校調無人蘇格伊嘛，了真濟人去整翻幾家插亂伊咯。我見到換了校調了，好好啊，冇啊。แล้วรู้จักก็สนใจอ่ะจุดๆ就是我是都冇用哈。我上一個講好笑，it happen there during Ghost Month 嘅時啦，7月時。我甲我 housemate 去食 dinner，到一個 shopping mall 內邊，新加坡，我去食 dinner。แล้ว after dinner แล้ว佢又我有一個 habit 就是去 toilet 去 ladies แล้วก็去 take train 對厝嘅。แล้ว佢前面真好笑，我兩人即其實是無人I think 我看到一個兩個 lady 行出來，然後我兩人即去哦。แล้ว我即期時候 in between 我看到一個 toilet 是 occupied， 所以我冇管伊咯，所以我一人行一邊啦，所以當然嘛 occupied 咯。Then when we are about to 透開時，我突然聽到一個聲，我感覺幾好笑，然後我就頭，oh shit， 我叫佢講嘢，然後我頭開門哦，我滴水後尾我講，我喺出邊等你，我講 I wait for you outside。แล้ว我唔敢行個出去門口 because 我驚講等陣有嘢就是存一人咯就 so I just come out of the cubicle 我到邊寫出喺邊等你咯แล้ว一個 reply message 講 actually 我唔聽到แล้ว我講 actually 有人無人嘅我個成日想要 check 看有 shadow 咯就係แล้ว我 housemate 講我啲不多聽到，你知唔知？你人哋看到佢講，我唔捌講得好，而家最堅你知道你就，咧伊個 reply 我講 ，actually 我成日聽到一家人 conversation 有款咯，就係哦。咧一講咧無久嘅時候 ，maybe break up 嘛 ，maybe break up 我唔知，特別前日 eerie 嘛，你其實對你無人，你實在你有可能人口你無驚。แล้วสันนิษฐาน出來嘅時候，一下子就好多落聲，แล้ว我 housemate 講我幫唔出了。你未聽到啦，伊聽到啦，你出來啊，未聽到。因為我出來嘅時候，我可能聽，安尼看呀，一聽到伊讀 conversation 人，因為我 already 行出來，我唔聽到嘛。แล้ว後邊我到無較等嘅時，我看到個幾個 ladies 行出來時，我感覺到誒，應該是較安全一吧。if 我聽到來講，應該是 safe 啩。咧因行入去啊！你叫別個時，伊做好做大聲，特人講去，佢哋聲大過落來，特你本驚咯，真係哦！你讓我聽到伊講咁嘅話，還是可能聽到好呢？After that 時，我後生出來咧時，我係講 actually 我真日urgent 我本都未去，我講你去下邊等我還未數，你教我講。哦，大驚我呢真驚。quite 大基本 after that 我 second round 其實 actually 我聽到 conversation 一下是唔知 mix Mandarin 加 English I think 伊唔知是 break off 還是係咪特別好個真可能 until 佢哋對了嗬入來人聽到無人敢入去就咁樣走過了我當人咪幫曬時你曬隻草時候攏就好多聲佢人走過了人個未必掉但真，你即係你感覺是真係 eerie， 都好我個會其實是唔識字，係你14啊，是13 something 嚟嘅，係你跌到滯咯。所以我諗即其時候頭是當年隻嘢都就實在你解啊，時候講下。解了，賴嘢。我到嘅時候，冇可能啊！咁猛，我攞人搞出去望嗰陣時，我講哇，我哋仲以為好猛鬼。喲，驚咯！誒，真 scary 就好，你個放係出來，你不多聽我放未出嚟就。係啊，誒，人咧，是阿龍係有啲有衫啊，係咩啊？啊，冇所有泡麵咯。我聽我成個都正上班呢，特別我在呢個。我是泡麵嘅 sorry。要人按咗靜哦。嚇？點解咁正啊？正咩啊？點解冇咩人？當然冇咩人咩？啷只衰冇後邊嚟正人㗎啦。我唔是嚟了咩？嗰隻傾咩隻多隻資？咩隻多隻資啫？嗰隻傾是俾佢就講。咩俾佢就講啫？叫咩俾佢就講啊？
個邊啊，當堅只是俾佢就講咯。哦，加一個拍拖嚇。誒不，個人是冇人啊，我哋講。嗰時間是住 Pepper 是住咗未記啊？哇！俾佢10個，俾佢嘅10個嘅倫敦啊！唔知唔是俾佢10個嚟，唔是拜二咩？俾佢10個。你過一陣你拜拜二啊嘛？你走啊？走啊波啊？走啊波都冇出去。回來了，行數對嚟。回來做 recording 嘛？喂，他媽媽又來喲，你唔知困去啊？冇喎，冇嚟喎。應該是困去啊，釣魚去啊，釣魚。แล้วโอเค到了包半隻講係來嘅，了 last minute 伊講伊唔知有係一包特別滑，是第幾個 topic？ 我都第二呢，我都第二呢。我第二呢。你往怎麼講就等嘅時候，你 iPhone 呢？有這是貴嘅，這應該是不讀乜嘢嗬？講下你人民外律嘅貴是唔是？對。我唔知我有講貴哦，我唔是讀貴啦，你唔知係咩嚟，詞語就對啦。細漢時㗎，maybe 14、15歲啊，那嗰陣時去看戲，看半暝，係咧One Miss Call Korea 戲。哦，叫 Korea 嗰時 Japan，貴嘅叫 One Miss Call。แล้วอีลาบิวจิเลกูจ่ายhandphone 有係咧 ringing tone 嘅話啦，夜戲那邊直直有，所聽到係咧怪人就會死咯。哦，แล้ว我看嘛，驚咯個話嘛，แล้ว嘛看了戲啊，去大樂個對厝嘛，去大樂時候我立住去呢啦，我朋友啲妹我第四手先我冇去大樂個，我開嘴呢我就聽到係咧 ring tone 喎。呀，像啊你，因為我係朋友是啲會 custom 我看，我想伊查小我就應該是查小我看我買呀，然後伊講不是我，不是我，然後我直頭走啊，我直頭走就冇，直頭走出去。你講唔是？maybe 是 marketing 特啲係咪？唔知，你正暗了無人嘅錯，了我對對厝時我直直講是唔是？伊講唔是，伊直直講是鬼。哦呀！特別我人無去 check 看啦，有人無啦。但係你 ringtone 是只 common 嘅哦。都唔知係你戲嘅咩？成久了嘅。哦，我唔明話。It's Nokia 啊 ，Miss Call 啊，種叮叮叮嘅，唔是啊啦，個個呢度冇啦。是咧無 creepy 嗰個，你袋路人咧，咪是啊，翻嚟聲咯。不，我哋 cinema 嘅袋落有係你 speaker 嗬。我唔是去 cinema 嘅袋落個界，我去樓下。無人咧，佢哋冇無人咧。哦，冇咧，哦。喲，像個戲啦面ringtone。我差啲嘅情況就走出嚟啊！嚇？你講咩？伊是像個戲帶。放個一半是一個蛋啊！我唔知人做啊。轉咗出來。擔起。OK，講到鬼下，我係把真驚鬼嘅咯。了下我人有一擺，我人去香港嘅迄個 Madame Tussauds 啊。然後我人就真歡喜咯，翕啊，小英翕啊。然後我唔知做咩事，我係把真啊白爽哦。然後佢講死了嘅人袂使翕啊。講做咩事？伊要甲我8成。哦，所以你去看下咧 museum 嘛，下咧皇帝 museum 嘛，溥儀皇帝啊，了又做伊個房間啊咪啦，了又做下咧嘅 wax 人響入邊啊，了我買翕咯，了我嘛講買翕啦，成個鬼安尼看伊面不驚，了翕對去看了就看就驚。是啦，了我係袂使翕，即個袂使翕啊咧，我無合適。了我係把就講，我那是伊個迄個蠟像啊，那是死嘅人咧，就會使翕伊個小英，特別袂使甲伊翕。哦，那是活嘅人咧，袂使翕伊小英。活嘅人就會使翕啦，伊活嘛。你是講你爸爸咧？你家己翕伊咧？那是你翕 Michael Jackson 咯，你會使翕啦。特別那是你袂使徛間 Michael Jackson 做在翕。你使介 selfie 就對啦。袂使做一位介。
然後我人就講做咩做你款，然後爸一邊行去頭前啊，伊愛快啊做行個了啊。伊平常時本身呢可能是一刀會較特別，就係平常時是安尼款嘅，伊真正貴。哦，แล้ว迄擺唔是我甲你講咩？我媽咪 miscarry 迄個小弟啊，啊對，我爸逐年可以姐姐生，因為伊驚了。哦，你可以係咪生？大人嘅嗰是囡仔？大人嘅嘛，伊看到大人嘅，可以看到大人嚇。伊拖教人拖大人生嘛，咪可以大人生咯。你看你綁掉嘛嚇？我綁掉。就是講特別就好講。即係 miscarry 嘅 topic 真正好講。哦，嚟，講就，嚟，真正好講嘅就。嚇，嚟近配。我係買到攞嚟嘅。哦 ，miscarry 攞到。嚇。然後攞嚟掉喺出國考嘅。喲。睇啲國考。嚇，時常啲國考拖腳。咁你都看到啊？嗰時人家都講。冇啦，我看未到啦。哦，傻笑。半暝吼，若是講，因為我媽都嗰時暗講招嘅嘛，所以半暝嚇，會聽到人叫伊，媽咪，喲，你知是查甫？查甫，攞你查甫本啊？一個查甫，一個查甫，查甫會較乖。哦，你以前對聲是囡仔聲是大有大漢了喂？囡仔，安尼款咯，媽咪。哦。你人幾幾歲咧？睡起來？睡起來今年應該差不多要30歲嘅，你看沒？我捌去問過，這唔是鬼故事啊！反正你講你故事。鬼故事啊，這是啊，I mean，這是刺激故事嗎？你頂擺是捌成日捌去問過嘅，你看啦。冇人講啊。本無隨人講啊，伊是講安尼款嘅物件，講陰嘅物件，像miscarry 啊，嗰是禽亡安尼款嘅物件。哈。對，叫伊起來咯，成日唔是使講啊，成人。成日你慢慢破呢啦。人查鋼山啦。哦，喺你叫咩啊？下面啊，可能。即樣，而且很可愛，即往時伊個唔是成個隻店嘅，都俾佢吹人厝啦，面就只把掉阿婆呢哦。你問麥嘅是唔是？something 嚟，安尼可能物件，總之是安尼可能物件就對啦。然後就去。你去啊？是？有我有去。然後哇！伊一來時啊，我 feel 到真奇，我唔敢。伊鹹嘅，伊只鹹嘅。伊鹹只昂嘅。伊真正無歡喜嘅，伊真正無歡喜嘅。伊幾歲嘅？大波查某？大波30幾，查某應該是20幾嘅那款。不，我是講你妹係你妹物件人。迄叫啊，老直啦。老直嚟啦，阿伯啦。阿伯嚟。哦，我都唔知是真還是假啦，這物件，哎呀，你愛相信啊，是咪相信哈？假，伊個成日假係咪？哈，你講下，你勁嘅。伊來是，伊就是真無歡喜嘅咯。你等陣我唔知，sorry 啊，伊是一人來是？對，一人來。所以就是先來。大波嘅 ，because 伊無咁悶嘛。大波大個咯，係細個咯。細個話。OK。細個話，攞嚟本細個話。伊成日甲爸講，係咪數落埋話？哦。係咪數落埋話？比我細個有係咪數落埋話？安尼反正就。你知我食坎坷，你知我食坎坷。你冇人成日講你賣話，成日弟弟嘅妹安尼可能問題。哦。伊講福建話，嗰時講係咪？講安尼福建話出來。講華語，迄時是講。你囡仔聲啦，阮上個月嘛聽到囡仔聲。無，伊無講。這是唱過迄個阿姐阿伯，冇嘢嘛。特別伊講華語詞就是真正無爽就對咯。但係就是這個 ringtone。哦。咪來，one miss call 是唔是？對。尖嘅呢，我開嘴呢，嗬，伊就燈，你看啲哦。那伊會成日講我無咁玩咯，係咪數落埋話啊？咪啊，可能會叫。哦。睇 music 啦，都叫伊，因為你去拜伊嘅時，成日你去看，伊去問時，你在準備物件互伊食本嚟嘛。
伊会灼烧，我咪食。我还没熟爱食。你都买我还没熟爱食，你互我袂食，我咪食。你我问你啦，你问迄个阿姐阿伯时候，你让我甲伊讲，伊即是我无去这哪里啊？是伊样伊家己知。这我达到而已。都唔是我買到嘛，我對去家婆咧。係啦，特別伊我是講我都唔知，你想你家講 OK， 我內驚有保去嘛 miscarriage 了是伊唔知是咪是真彩嘅做一個算係啦，啊是你想有你想你無家講會看我有迄個外口內裡囡仔是蝦米？你伊甲你講你是唔是無驚無去內島很？我無去問，你無清楚啦，我無去問喎，特別之前嘅事啊，我係見下，我見是，伊是 pregnant 了愛生咧，你知喎，等下伊去個 hospital，伊老公甲伊講，你袂使生個，你驚你 baby 啊無夠貴個，你生出來啊，你只感覺高誒，then 佢哋時啊，現在是90幾年啊，可能頂擺嘅人啊，只時都感覺高呢，就是。較無好啦，因為頂擺無啥人嘛，路安尼 advance 嘛，對，所以嘛講 OK 咯，聽老公講啊，可能好加幾哪字咯。Then after 2禮拜，可能誒 feel 無咩對皮咯 ，because 冇叮當冇叮當，twins 哦，哎呦，冇叮當吼 ，then 一去嘅時候，doctor 甲伊講無咯，喲。然後想哦，人去問嘅時候，有叫 twins 嘛，有兩叫，叫伊就講，我已經知講是安尼款咧 ，because 這是一個 punishment from，from 迄個蝦米觀音媽咪咪安尼款嘅物件啦，人去問嘅時啦，咁另外一叫吼，就是無咁原本嘅咯，係咪說你帶我來啊？你個賣互我出來？特別安尼款嘅，若是講嚇，你 miscarry 嘅 baby 有安尼款嘅定經嘅吼，咩出來真亂嘅，佢哋笑咩？佢哋亂。你會假伊會成個請伊，還是甲伊做超單啊？呢哦。買呀，家己愛甘願。但是伊無甘願，伊買啦，你做下面買。你可以100條3本買啊。我聽過啊咧，講真濟 stage，成個。伊無去了誒時，伊無趁出事嘛。了我聽毋知怪談甲啥物 program 袂記啊。了伊講毋知一兩年誒時 start to 亂愈紅甲毛咯，伊成亂安尼款，做亂甲路啥物。了誒時，伊就會亂接落來 ，maybe 7、8年伊亂 siblings 咯。亂愈規個家對啊，一條江誒無甘願事。做到你規個家無蒼蒼就對啊！你袂。有咧無亂嘅，你知有咧只使對條路呢。怪咯，我迄個無去嘅小弟啦。我小弟我家己當今嘅小弟啊，伊細漢嘅時啊，伊家己啲伊有一擺我媽咪聽到，伊家己啲聽誒迄邊啊佚佗，哈哈哈哈哈，了。我媽咪就刺激哦，我會驚家己一個人佇外口爾喎，做咩事驚人甲人笑？伊講每一 boy，who are you playing with？ 人古啲細漢嘅時是講紅毛話甲福建話嘅。然後講媽咪啊，playing with 哥哥，是啊，伊都冇哥哥。你個仔係咪是哥哥？你知嘛？我有 cousin 嘛。所以伊無成啊，伊無 grudge 啦，伊是實在安尼出到大病。特別唔知做咩事，伊甲我吐晒時，伊甲我講廣府話。伊講這我喺地府啊冇心着啊。Maybe 你講話嗰時，伊何你講？伊放掉啊！我放掉，伊甲我。看到伊個面。看到伊個面，像甲我嘅小弟個面，特別真啊 muscular，真啊成個 model 啊，你看。Oh my god！ 你看查我婆嗰邊，查我婆嗰邊。我係 camera 啦。呢邊就我係記你講書本咯，我係記你講書你，我係記你講伊就 muscular 我係記，
伊如果你唔知看到伊 shoulder 就 muscular 什麼？啊，是伊嘅 back 真係 muscular，因為我搞我嘅小弟，我人真係 broad shoulder 嘅嘛，我人係 shoulder broad 嘅。哇 ！So 伊大漢嘅咯，啲樓卡。係啦。唔知伊大漢嗰種，我就講讓 Loki 啊，嗬，啲讓有陪伴講，你是係咪咁幫？你到底係咪所在嘅？所以為乜貴先正啊？伊常常教人講，因為伊會生較滾咧，咁成個60幾就會啊，所以我咪可以講咯，講你伊不得意思咧，俾人抓，就可以講你鬧人嘅咧嘛，俾我見嘛，冇笨蛋啊嘛，伊句子教阿媽啲 remind 我係物件咗，伊講，有時我死咧，咁成啦，你會記，會學我穿長冷衫咗，因為媽是一世人穿長冷衫。情波係咯，豬娘就知喺度。特別講，一啲教我講咩就，一啲教我講咯。我貴先點時候咧，學人哋會講是真係中國派嘅。我特別學我穿長衫衫，係咯，我計退到呢講。我老其實啲啦，學一百我啲混下搞風嘅事啊，我真係做好。因為媽唔知做數，我唔知做乜數。一啲教我講唔記得，我 call 你一做棒棒屌，嗰時已經我講咁或者講伊嘅 sense 就講白到伊會行安尼路，所以我會記伊為貴先正嘅10年啦，內邊啊，我常常聽到伊講一個物件，伊只看到人電視機看到做戲啊，講話人死啊，伊就會講教大陸啦，伊只看到電視機講人死啊，講我同你講啊，你會記咗，但是講我死了啊，你會記好我穿長冷衫，中國衫嗰度，所以我是。聽過後咧，我唔會我朋友講因為 Loki 啲啦，因為半金崩嘅，所以我非就講你小弟是應該講 DKL 嘛，有可能就搬到江湖人似大漢嘅，啲 app 那一個我講江湖話，所以依家關係講江湖話，因為有可能啲 app 是伊是可能搬入去江湖人嘅區，然後學江湖人錯大漢嘅。我冇上嘅 theory。ไม่聽啊？講我 theory 啲用 iPhone， 冇用你講好話 Siri 嘛 ？iPhone 當然有 Cantonese support 啦嘛。有啊，講好話 Siri。誒，講好話真係學緊喎。我見阿貝，我叫阿龍做。我 theory 是你看啊，如有成個講 spirit 啊，是鬼啊，是 anything 啊。paranormal 好，會甲你 communicate 嘅時啊，伊是用你嘅 knowledge，so 伊學你知是 information 啊，所以你愛按照 interpret 用福建話，還是用廣府話，是咪是？伊 up to 你家己想嘅啦。so maybe 伊是你還是你 comfortable 嘅 language 上面曉，所以用你第一用通嘅information嚟接你腦，所以冇得到講是只 not language 咯，你聽到嘅物件是 information 嘅。冇可能啊，因為我家己是唔是我係 first time，我見我個紅毛嘛，冇可能我迄個小弟教我講廣府話嘛，是唔是？我都平常冇講落字講廣府話，所以一條你是講唔知點樣算已經廣府話嚟同你 communicate。是咯。Maybe 伊做好你無想啫，你該 feel 到，你該會。我有看過隻 program 喺你鬼談伊有講吼，有咧唔是正你 brother or sister， 有咧是like imitate，just like。我見啊。So to get 一樣 I am 嘅咧。But I 全部人鬥卡手啊嘛，成個 for example， 全部人鬥卡手一按呢準，如果冇隻小弟，我嚟 imitate 你小弟哦 ，just to get what I want。我哋講看你鬼談嗰個要肯講鬼。I mean，都講安尼物件就是對嘅，所以你慢慢是你每 certain things that 即係大立頭。係你人話會點聲嘅是會知，冇人會知。confirm 者啦 ，confirm 者。特別即係都冇出事掉啊，你呢度度不多，呢度冇了啊，你話呢？我知你，人講冤親債主啊，阿毛我未曉啊，太淺啊。係講下我無明白本，真咪真債，係咪真債主？你係欠咗笑嘅人。唔是你嘅笑，但是你係感謝。
伊整是你家己人，假是你合忙了，只是伊是来甲你拖你，拖到等于定时。哦。有人出事有分开真正是好款的，有人咧就是有 mission 的。我I think我有捌讲过了。人有搭咧就是出事有 mission 的，有搭咧就是 temporary 的，有搭咧就是欠有一个 debt 的，也有真正是好款的。So it depends 人出事安怎 ，and then also depends on the mother, the carrier, whether the mother will abort or not abort. So let's say one case is it's not a real case, it's just a hypothetical example. Is let's say 一个囝咧，就是maybe 你 past life 伊欠你嘅物件， so 伊 maybe it's not through 你嘅 relative, maybe 就是 some stranger or past life some connection somewhere 伊欠你嘅物件， so 伊 this life 伊出是會 pay 伊嘅 debt to 你，tapi 你abort 伊啊，所以伊未 pay debt 啊，伊就掉嚟掉，伊未就掉 at the same time， 伊未過出事 ，because 伊就掉了，伊就會 live out 伊嘅 lifespan although 你 abort 伊知無？哦，所以伊我就係成個講，伊講伊成成條話嗱60年嘅，伊當然伊冇去啊，成日冇去啊，伊特別做幾60年嘅解決實過。啊，然後 even 做幾本是上下人講幾位嘅提醒 ，this is standard 淡薄啦，特別 is relevant in a way。人會做幾嘅時，伊人會嘅提醒嘅時，伊人未 anytime 嘅，知無？哦，伊特別有點聲。有言嘅，伊對嘅令，伊對嘅 permission 嘅，知無？哦 ，permission from who？你想講你會去一間厝，你對嘅 permit 嘛？所以佢哋政府拖啦，你佢哋。所以伊人會嘅提醒嘅時，伊人都會等 permit 嘅，知無？哦，因為會使提醒嘅咩嚇？未使 anytime 嘅，知無？所以 one thing 我知就是有一個 case 我咪講。一個 case 即係人我捌嘅啦，特別伊個 story 就是just where 真係 hypothetical 呢，所以一個人就是伊就 drown 到啲seaside 位嘅。哦，到啲小水嘅時點死。哦，即係就是提示，特別 it's related because 我會記有交代，就是假使你去受水嘅時，你驚。有提醒，有物件會嘅提醒。So what you do is 你拜學先，before 你落嘢。哦，你拜水，你阿邊拜咧？你 just 拜 roughly 啦，講 OK， 你 just 會受水。我比。你手夾掉 a bunch of 沙。哦。伊個 beach 嘅山啊，你夾沙，你掂落去。Scrub。Scrub，你掂落去 ocean。哦，掂落去海水。係追啊 ，so that area 你去少，望去伊 boundary， 望出去伊 boundary 就對啦。哦。你咪少較闊，你咪就壓較遠。壓啦，所以壓落去啦。所以成日有大人 not 成日。你按照講，你是講我是被小水呢，我你問差人玩嚟看下。啊，我小水就邊去頭呢，問差人玩，所以壓者都掂。So what you actually do is 你破伊零咯。哦，你OK。伊夾伊 permit 嘛，上加起厝嘅呢嘛。所以伊起厝講 ，OK， 我會使夾提醒，特別一個 area，this is the boundary in this area。所以伊這條單咯，特別你掂落去伊刷伊。你都 already 你換伊 area 就係啦，然後你 change area 就。你自己 change area， 伊上加就 imagine 就係 booby trap 啦。啊，所以你點刷落去，你 spring 伊 booby trap 啊嘛。你 spring 伊 booby trap 啊，伊被 reset 伊 trap 啊，對。伊個就被貼新嘅approve 新嘅 permit 啊，所以上加起厝嘅咯。所以你別使起上久，所以講你使講人被貼 permit 係邊嘅伊個 landscape 換去啫，然後你嗰條規貼佢不上嘅。誒，等陣我俾介紹講我哋都加菜條媽們來參啊。耶！
Hello。所以人出事，有人是有 mission 的咯，上加有一个人 impossible， 一个人我咪講住伊，但一個 case 我知，一個人咧，伊生出來嘅時咧，我看這物件好笑，要甲人講嚟 remind 我。伊就會起一項物件，伊就會做實等等些，特別伊嘅 whole life 咧，伊甲middle age 嘅時咧，伊無做到，伊 just 是啲 circle almost 做迄個 task，但無做到。咧到點聲嘅時，即個人咧就murder去了。所以伊迄個物件做袂成。所以有大人出事有 mission 咯，有大人出事就是有對行 redact 咯，咪是 let's say for example this life 咧，你去拍槍人咯，你去偷撈人嘅類，物件唔是你嘅，你硬會去夾，所以 this life 你夾，特別唔是你嘅物件嚟，所以夢想講我即個物件我夾咧，上加人嘅查某啦，結婚啦，iPhone 人嘅物件啦 ，anything 啦，是物件啦，所以唔是你嘅，你硬去夾，你硬去夾了 ，this life 我夾了，我好事啦，是 life。The truth is， 你夾即個物件了，但是唔是你嘅。If 假使天講唔是你嘅，你硬去夾 ，then 你 next life 咧，你就會行到對。and 你行到對，唔是你行 exactly 你夾嘅物件在度。你行到對，就是有 compounding interest 在度。a case 就是即個人咧。花紅，是唔是past life 嘅事咧？例子。冇去偷摕鐳，唔是偷摕蝦米鐳㗎，伊去偷摕暗嘅鐳。嗰個是。所以偷摕一個暗啦，一個 religious 嘅 place 嘅鐳啦，it maybe can be Christian or Taoist or whatever 啦，I don't care啦，你偷摕即個 religious 嘅鐳。So this life 你 reincarnate 嘅時，你直直。真係健康咯，直直無累，咱累甲了直直無誒，你賺你收袂到誒，健康真係無誒。And then 嗰個慘就是，你 this life， 你 past life 你去頭，你 this life 你就會行咯，所以直直無累咯，你直直無累 ，and then at the same time 就是你去硬講嘅暗去求，啊無你去找師傅 try to 歸家。有大嘅 case 你袂解，有大嘅 case 你會解，有大嘅 case 你袂解，所以有 one case 就是伊去即個伊對暗 past life 去對暗，伊去偷摕food，成個米菇啊，蝦米啦 food 啦，所以 probably past life 伊 hungry， 所以伊去夾，伊無 ask permission 伊夾，所以夾，你 maybe 你夾十對嘅。So this life， 你唔是欠10對在噃，你欠 maybe 10對，你 compounding。你嚟習慣嚇。So when if 你去找師傅，你講我 every time 有事，係咪啊？師傅講你pass life 你就是安尼嘅事。So 但是你愛行咧，你就行20粒。我講這物件好笑嘅，用大粒頭 example 講啦。你成個 imagine 是大粒頭細去一做看網嘅物件，你佢每一講一講sorry too much information。So the point is， 件唔是你嘅物件嘅去件 ，because 你件嘅去件，你嘅卡嘛，你嘅卡嘛話，你行不了。So that's why。有一人做安尼工課 ，sometimes 我看了我 just 搖頭 ，because 我知。你就講人在條要彈掉，你背是真係正啦。即個即菜點樣咯？有幾個數？有一個我個你一定要甲我講嘅。嚇。我個你對伊是一個菲律賓嘅。嚇。伊個你買細漢時有一擺伊困嘅時啊，伊困到一半嘅時候，了伊嗰隻學會跌了，跌啊，
แล้วอีเบรกจริงจังเบรกช่องคุยอ๋อแล้วอีปัจจุบันเบรกคุยรู้จักแล้วอีจริงๆขังคอแล้ว after แล้วอีจริงๆต้องจับต้องรักคุยแบบที่ว่าอีคุยเดี๋ยวตำโปเนี่ยแล้วแต่อีคุยจะเกี่ยวรังเจียวเย่สิบกว่าเท่าเลยเยอะแล้วพอให้รังเจียวกะลีอยู่จ้ะเยอะให้รังออกคุยจะออแล้วหมอเยอะ你是人嚟啊？特別是人嚟啊？唔知喎，因為入邊依邊嗰個時候係捉，你就係捉腳出去啊，吹大大嚇，吹大嚇你下，佢就捉腳嚇咗咯。哦，啊，要清沙，清沙是冇清沙嘅。你看冇喎，因為佢先毛毛嘅。你邊是冇清沙啊？佢看到毛毛。แล้วอีเดียวอีสิคริสเตียนไหนมา所以係แล้วขอจะเอาให้มีแกอีกเกียร์แล้วแล้วอีเดียอะไรลงไปเมื่อไหร่มีเก่งงามมีแกอันมีแกแย่เนี่ยเมสซี่อ๋อถ้าจะกินถ้าจะมีแกเดี๋ยวจะแกอีรู้จักเยอะมาก我妹都借，你講伊大了伊啊，嗰時借了嗰時咪借了閃過頭，借了閃過頭，看開了借了閃過頭。一個飛星伊啦，借掉啦飛星伊。有，就是我這邊嘅看掉伊嘅咯，係你。แล้วอี身軀是隻人嘅 size 還是較細隻？像個人嘅 size 就咁。哦，你個冇看到伊部想薄薄還是鼓鼓，係咪唔得？大薄就冇。我那有看你清楚你頭先。冇你知啊！你借閃過頭地。你借閃機借到你閃過頭地，我都以為唔是伊薄薄啊，唔是伊嘅 crotch 啊。我哋面鏡咧，你薄薄起嘅嘛，你可能白照起嘅嘛。冇，你就是看，你是面對面啊，你面對面咪是看埋照咯。你冇可能慢慢 scan 咯。你困掉咧，借咗你時你唔使成看到啲嘢，成看到啲 crotch 啊。我先前看是啊，嚇！你看 crotch 升咪 crotch 喺我裏邊喎。驚死啊！個看 crotch 咩？冇，我唔是講驚啦，佢走去看 crotch，我係佢把照你時陣看到 crotch 升嘅嘛。是啦。對哦。你看啦，嗰時你咁尷尬咯，諗借啲情況。啊，嗰時。你可以 continue 咧，都係先。你才點嘛了？你看到伊邊伊規身軀配係咪嗰啲特別毛毛啊？feel 到。就是看咯，一大把嘢叫佢哋公司。唔知我講應該是只可能妖怪嘅時候咪咪叫。哦，一知啊，有興趣。แล้วเดี๋ยว大把嘢เดี๋ยว佢哋經濟แกะอยู่แล้วที่哪擺啊？阿威。哦。啊喏，แล้ว阿威伊小線咧無力啊，所以伊實特名來啊，無啊一名呢，哦一名呢，哦，我哋見你見念經嘅，好 attack 到邊度啊？就是因為我有一個朋友啊，伊無甲我無每樣嘅直接啦，伊甲我講，伊袂使大，伊袂使困佇伊嘅。啊！你細漢到大漢嘅厝叫咩？像個伊爸大。我講厝。啊！伊嘅細漢嘅厝哦，了伊人是像個你搬出來了，伊房間是留掉嘛，你古早設定嘅問題。嚇！了伊講伊古早像個你8歲9歲起，伊都是日日學幾代咗。了大家伊18歲畢業嗰時出來讀 college 咪搬出來咯，咧伊就無對去大了。伊講，話你若是 holiday，伊對去大，喺你房間嚇，嗰隻大。哦。得咩？奇怪咯。我無去問是蝦米人大路啦，是唔是毛毛加喙大大嘅唔知。白紙我問，白紙我問。你看你 crotch 問下。係咯，誒，就其實都聽到係你 one miss call 嘅 ringtone 咯。嚇，是住嚟，哦，聽到哦。我買，住係。我聽到乜嘢啦？睇你對嗰時錄 play 本咯，應該是錄嚟咯。你對咗哪邊 play？應該是我，因為我電話 ringtone 是係你啊嘛，打擺兩拍電話就是彈之類嘅。我諗下你而家做呢，都做係你 ringtone 呢係咩人哋勁嘅？冇啊！我
我講這輪都係用幾廿年本啦咯，我大擺可能咩？你只估了，即係超過10年，即係。我即幾廿年我冇用嘅，我大擺可能咩？叫我來先，叫我話嘅輪都。哇！聽哦，有日本人啊，食誒，豬當啲麥嚇，豬我曉。韓啊，說的麥。係的喎。哈。冇啊，是唔是你人講到食麵，係嘛？嚇，我講到食麵咩？唔要緊，我困去了。困去。呢個冇人食麵。誒，是唔是你小弟愛食麵？菜。呀，媽呀，你那個料。當然是8月10個，唔是7月10個，好唔好？你講咩功夫啊？呢個月餅啊，唔食月餅，食麵啊嚇。攞埋燈籠添。阿 John 嚇？8月10個是咩意思？8月10個是歡慶啊！哦 ，sorry，我唔曉出嚟看你燈籠。哦，8月10個，你真係燈籠先正。等陣，燈籠先正咪是正月初一咯，人講對。有。燈籠先正月初一。แล้วก็5月節只巴掌是5月初5咯，แล้ว8月10個鬼嘅時出來是咪7月10個咯？就是燈籠月啊，燈籠月8月10個是 Mooncake Festival 咯。啊，佢那是8月啊，今日節是8月，燈籠8月10個。哦，แล้ว當最是10月10。誒，當今是8月13嘅啦。當節都10個，8月都是10個。啊，唔是10月咩？當節特登是12月12號嘅。當節特登12月12號。哦，是 Winter Solstice。Winter 嘛嚇。Winter Solstice。當節嘅清明是對紅毛嘅，我唔知點樣數。Because Winter Solstice 數。清明不是對紅毛嘅，清明是4月4號嗰個4月4號。即係落海都唔知數喎。落淡波咯。啊，即係落海，即係落海。冷嘅，話了誒。日本期啊嘛，清明嘅行政啊。英國啊，英國即係漢教嘅人在啦，特別英國Good Friday 是特別落海嘅。哦，是。英國是特特啲落海。條文。誒，都有紅感啊，是有清明嘅，是唔是？我1月2號。11月2號All Saints Day。All Souls Day 啊 ，All Saints Day 是1月1號。咁 Halloween 呢時就是 All Saints Day 啊 ，All Souls Day。你看伊西班嘅漢教啊，伊人做伊人嘅成個 procession 嘅呢，你看寫你成個燈籠嘅，特別伊人嘅做嘅成個鬼嘅呢，看你要做這個 is the Day of the Dead 啦，muerte 就講啊，哈。誒，伊人菲律賓人，yes muerte，伊人菲律賓人嚇，伊人嘅清，你人漢教清明嘅嗬，伊人嘅去伊人嘅家庭嘅房咯。你話迄家庭嘅房啊，有偷煮食嘅，你知哦。都個當年嘅唔是。伊有去一間細細間嘅厝啊，有 aircon， 有灶卡，然後你去邊食紀念你會祖先，安尼款。趣味哦。趣味。topic 下面啊，做驚啊！鬼咯，哦，你講topic 啊，我想你講當件topic 是我未記啊，等我看下。白啊，唔知。哦，飄頭。你講咱邊有飄物件？飄頭 branded goods 啊。branded goods 對。頭先講下你。哎呀，布拉贊啲得咯，唔是，係咪啊？鬼笛我係梅布拉贊機啊。是什麼布拉贊？未記有啲法國迄個。哦，不什麼布拉贊？第一明白而已。伊就 brand conscious 啊伊。唔是咩？伊個 brand 做嘅嘛，當今。哦，我唔知做咩 brand 喎。你等陣先講鬼嘢先。嚟。講中。
因為伊先甲佚佗係 Rubik Cube，因為人講佢哋學幾滴啊，唔是講幾頭 stress 啦，嗰時係咩？嗰時困無時，是真嘅。你是係咪 sleep paralysis 係叫咩啊？冇啦，即係你會身軀白掉，安尼款嘅感覺啊是真正普通嘅感覺，真正濟人本有安尼款嘅物件，你半困了半起嘅時，你定就會注意安尼款嘅感覺，安尼款嘅物件嘅。我唔知係咩事啦，特別真正普通，真正濟人講安尼款嘅物件。特別普通有可能咪時間咧，諗是鬼嚟時間。像個做夢安尼啦。是你想安尼款是你會家己嘅愛啦，特別你本是家己嘅想啦，你若是。有相信鬼，還是驚鬼嘅人，像甲我嘅朋友呢段英嘅呢，伊梗無方便嘅。呢時你感覺呢款物件，你定就是上嗰是人啲借啲你嘅生活頭啦。啊，你先看到毛毛哦咧，嗬。係你如果是，你這是伊個平常時想嘅物件咧。啊，你做這 relate 來。物件你看困嘅時啊，看困嘅你會 hallucinate 你知冇？ hallucinate 啊，即係個betul mayam。你按照 explain 嗬，有咧成個可能跌掉嘅嗬，แล้ว你起來是有 stain 嘅喎。但係成個有咧成可能直接。伊放住嗰時放曬點情況 ？Sorry, how to say 啊？要食啦，要食手食到啲你阿木棍。一隻你阿木棍硬嘅了。可能我maybe 你家己自己，你家己咧。冇啦，你超嚟到實嘛？人你是就 get 你會家己嘅 reaction，咪是你驚你會超家己望咯。我聽到我 friend 嘅嗬，伊講到伊定到古厝，伊困嘅時咪地立困嘅咯，唔夾得伊嗬。你樣起來時嗬，樣阿妹嘅 back 啊。你唔知是伊哭，還是講一邊我袂記啊，because 是我小學時我 friend 甲我講，樣只驚困那邊嘅，樣只地立困嘅，嗬，起來時啊，樣嘅 back 下邊特別有隻手夾到邊嘅，亂再 explain 啫。有隻手夾啥？像個過嚟家裡唔等嘢夾夾啊，有隻手夾，亂再 explain。佢哋幾了？冇可能，亂再 explain。我是講。像個我冇可能做啦，你卡邊啊，但有係你學青，特別冇聽嘅喎。我唔是你看，我唔是學幾滴，但係我做夢啊，甲人相拍啦。我請起來嘅時啊，但都是嗬，我係陪大困掉，嗰時正個手嗰前面正無講不得。我唔知啊。我那個整個是你後邊 explain 的是啊。你會嚼你個食家己後尾個食呀，會嚼。係啊，即係你阿妹整個牌子啊，數掉嘅啦。冇家己嚼家己喎。哦。你手白夾底嘅時嚼掉咗。冇啦，有當時啥我家己嚼，我家己嘅家食嘅啊，我家己聽啊。stress 哟，這不是只 stress 嚟咗 ，depression 啊。三嚟只是你鬼你 satanic 嘅是三只啊。whatever 啦。我只世界，I mean 唔是我只世界，我只 intrigue by 你三只。你看三只只是假，用時就啲你頭卡要三刮三，我看。我只吉利嘅，唔是 Wolverine 嚟除咯。Wolverine 啊，喲，你邊你毛毛是 Wolverine 嚟嗬？啊，你唔是三款呢是一個標頭啦嘛，你看人細後邊伊係伊 sticker 嘅三。係你水嘅 brand 哦。哦，係，即係你 drink 嘅。我聽你 crazy 你只 fanatic 你笑你 Christian 講，哦，這個是 satanic 嘅 sign 啦，明唔明？哦，咪講。係咪嘅？驚鬼嘅 Christian 啊，嘅宗教嘅人啊，我啲大病做工嘅嘛，伊卡啊，伊後背啊有啥嘅辣啊，伊叫我換迄個卡。啊？啥意思？咩事呢？辣嘅沙嚟辣啊！係咪先嘅晒？做咩事晒啦？係辣 devil 嘅晒嘛 ？credit card 啦，曉。哦。然後伊甲我講I'm a Christian，那yes。我都平嘅啫。伊係自閉病嘅。
CBA แบงค์แล้วอีเดี๋ยว講can you please change my card? My card 係666。我講我去隨意嘅卡啦，卡了都冇落晒掉落嚟，然後我就想到後尾要晒落。哦，依係 CVV number 嚇。CVV number 係啦。哦。然後我講我完啦，唔要緊。Sorry，這是韓啊，這是伊嘅 pin 啊。冇 CVV 啊，要晒你 security number 啊。哦，and then so 可以做新嘅卡呢？แล้ว問題是嗬，我諗因為fail ID process 啊，แล้ว我講Miss I'm so sorry in order to reissue a card you have to go to a branch 哇伊咪話 fuck you 好事啦，我講到韓舊嗬，都終於係一條 process 了，一條 process 看到。Oh my god！都可能啊！伊啦，伊差唔多要出咧，伊都未按下意思對，你接啦。粗表。你唔會啦，你用下你吹，安尼看被치苗數啊。因為我只驚你because 人講是 Trinity 嘛 because 伊幾Satan 有冇對樣個 Trinity 嘅啊？因為伊特別嚼啊，伊是嚼三隻三 line 嘅，唔是四嚟。但係人佢就嚼是四嚟。你看下。個獎我告訴個，他媽就一多即係我哋都，嗰邊冇very gossip 啊！我會記講拉山路冇每個就接到我咩啊？啲人跳檔時，你移動講後面話，哈對。唔好路冇每個幾難擺啊！所以我小experience 啊嚇。你講你處對我係處，我跳檔嘅時候，我就係自己見過嘛嚇。依係你動講，你冇驚啦，你冇關事情嘅。冇，because 我正式係你啲看家大漢咧嘛，所以其實我是真 natural 咧。嗰時如果我講我自己去播嘛，講到係啲小劍嘅時候，我代俾佢後尾小劍咯，然後係做開啊嘛。所以 when OK， 我都講嘢係你去動講咩話，但係你講出嚟話呢？This is 一個，所以一個 dialect。你講伊唔是講 Mandarin， 伊唔是講福建話，但係 something 啊，淡薄係福建話，你只聽會到講伊是講。這是個新話，頂一禮拜啦，頂過年，頂過一人講嘅咯，講新話幾話啊？你咋叫我唔錄聽？有一個人呢，當面translate 嘅哦。伊唔係然後我就喺嗰邊咧，即你食古抓嚇，你未使食。我諗頂幾個月啊，講迄個九條領嘅啊，迄個師傅啊，伊會曉講嘅咧。哦。要講另外不是你我有聽過，你真前線我有聽過，我冇去看一個直播啦，去看一個。你 imitate 一聲我聽下。伊無聽，伊唔是像甲伊安尼海比住我，了伊家己一個人啊，伊看到迄個人講嘅迄個牌迄邊啊。伊講迄個話啦，像甲你看中國，你看中國古代皇帝嘅戲種，安尼，真正 masculine 嘅聲，了特別伊個人同佢轉淡薄。我彎嘅無。伊講啊，伊家己 translate 啊，唔是邊個人 translate 啊？咩安尼講？咩啊？我呀好唔同啊！話你伊講下伊咪去買嘢。我講咩？買八打。John 真係是 split personality 啊！你無安尼笑伊來一邊真 serious。誒，等我 imitate 一聲你聽。考慮試下先，都係看，或者我坐落去。大車滑，就好開車啦！你想什麼？我想話。
because 我聽到本我頂陣時有幫來聽，伊講嘅嗬，伊聲聽，竟然成個鄧人嘅話呢，伊聲啦，伊加大塊只，遐只話多無，也只安尼哈，伊講伊成個鄧人嘅聲特別，你聽唔到講咩物件？對，我聽有時來比較人嘅參仔啦。Maybe 我是幾人嚟嘅？普通嘅人 not necessarily understand it， tapi those translators 人去當嘅，excuse me，those translators I don't know about 別嚟啦，特別我知就是 those translators 咧，伊人 let's say for example， 你 whole life 你未曉出嚟物件，所以你無蝦米會明白。出嚟伊個神講蝦米物件 ，right？ So this one why experience 就是 ，so if you 無 understand 伊個神，畫一條魚啊，你去燒，你啉 immediately， 你會曉，你會曉，你 download software 了，你知你神講物件，伊 install 伊 extension 咧，嗬，伊會曉。In terms of like Star Trek 就是你用 Universal Translator 啦。啷咪解釋好啦？我哋阿媽也是比較無你幾個 concept 嘅人聽下，你會叫講這是伊 video 嘅 codec， 伊 audio 嘅 codec， 你無你 codec 伊是一 jumble 嘅 mess 嚟，你當你 codec 好，就是伊阿講唔會變到聽decode encrypted。So after 你啉糊了啊，你再出嚟是講咩咧？你所以人講話是 zip， 你係就係人講話。有時我咪得罪，我唔是咪得罪，我是講嚟，我是咪解釋你問我得罪，佢哋講你講潮語，我唔是咪潮。講得罪就左線。講嚇，我左線嚇。有一擺嚇我去中國台灣Bondi Beach 啊，然後伊嘅邊是一個真大嘅幫哦，嚇，咁邊一大幫啊，啲 Bondi Beach Bondi Beach 嘅邊，哦，然後伊甲伊嘅歌啊，甲伊嘅朋友啊，迄邊笑啊，伊嘅幫啊，安怎會行啊？講你買會使又袂使買哦。然後伊就罵我啦，哎呀，這塊是紅毛龜啊，唔是鄧蘭龜，你驚咩？哦，你是講這是澳洲中嘅伊小弟啊？澳洲中嘅伊嘅歌，伊嘅歌嚇，你樣啲創啲咧，你個唔行啦。是啦，我唔係啦，我是啱美個咯，我哋早起嘛表。哎呀，這款龜是紅毛龜來啦，唔是鄧蘭龜啦，不要緊啦。我唔會心明啫啊！即係อาหารลูกว่าคอมพิวเตอร์เหรอ用 computer 做咩事？我ลูกว่าคอมพิวเตอร์เหรอ冇啊。真係先係冇想到平常。Hello，我想。哦，因為當今我就用做工啊嘛，然後我用伊個做工嘅黑色。搞不來。梗冇好呢。我有一個物件真啊，我真 curious 啦。嚇，這是我的媽呀！我想袂到是，你看大刀王講嘅，看到鬼啊，看到蝦米話，我 if 啦，你安尼說啦，你互一個鬼 disturb 吧，迄個鬼是暗魔鬼啊，是暗內鬼啊，是甲我人無相 race 啦。你安怎去 settle 啊？你去找表，可能講我袂解讀經嘅無相。language 哦，伊人有 exchange 嘅，因為即 exchange 嘅，伊人嘅平白但是你去Interpol 嘅，有 Interpol。但是你 just imagine 對好，你一個 example。I think 一個 example 我講過了啦。這個人咧，都是大國嘅，唔是大馬來西亞，都是等人嚟。I think 英國哦 somewhere 啦，所以接到物件，伊接到物件都是Western 嘅，Western 嘅。然後伊接到物件，就甲食啦了 ，after that
sometimes 伊掉 sometimes 伊无 sometimes 伊掉 sometimes 伊无，所以家己人 you know I run what is going on， 所以伊人去问咯，问 try to 找辦法，tapi 問阿公問下面隔離未解 ，because 伊人去別位，and finally 這個人丟個真正食力了，就對內需要一邊，tapi 丟就是 Western 嘅，so I think 我 better 去困啦。啊，未了，你問講差唔多。我同你講，我這幾日知啦，我後尾我直直聽到有聲，你就說，但係我同人講哦，我成日做驚。係咪聲啊？你聽到咩聲啊？你聽到咩聲啊？我聽到人哋話後尾，鼻腔啊，像死皮呢。像喘氣啊你。耶，你 headphone 數啦，你 headphone 數。我冇佢係放得嚟，我冚去，等陣啊！你個冚去，哎喲，個冚去，驚個冚去。我接棒經，插背款啊！我接棒經，我驚啊！我個背邊超 key 哦，我真係哦！你去邊邊叫我背咯，白見。我接棒經可以按下咯。你做咩驚啊？你看唔是啲家己厝咩？係啦。你邊叫往背咯，你係咪試過講嘅？但係是人講嘅，一部人講嘅古時，我已經聽到有人啲後尾。我看阿 John 你發你唔驚事哦，阿 John 你先嚟咯。未必啦。唔是啦，點解後尾？你知我 sleep 係咪叫？當然。essential oil 啊。我 essential oil 當然。咁配。講啲料，真係我咁做。咁你聽到物件嘅時，你後尾有靈無？咁配。你 feel 到 sudden chill 成個靈汗嘅 ice 嘅真係靈。特別你 if it's 後尾 ，that means 你後尾隔離成個靈成個 ice 嘅，特別你嘅 front part of 你 body is normal。冇啊，冇靈，梗係冇靈。冇你明嘅啦，就係每個數，last week 個數 please。Kasi uling, that means派行好了。等陣就講咪就 last。哇！啊，係啦，我唔知啊，雜話播。我是講一個 news 正好笑嘅。等陣，啲正係人看到。等陣你講咧就話冇講咧是學獨立頭講20萬唔知咩國嘅鬼嘢。誒，得學過冇講你國嘅鬼性咧。誒，你本是國嘅鬼嚟嘅，你學獨立頭講咧性 ，because 我俾聽講現在，你對對佢哋咧佢未解掉。對佢就係幫你 microphone 啊 ，please。啲 family 人去 all over the place 去try to help， so really 未了 ，so finally 這個人。The victim 啦，伊對內沒事 because 丟個錢就食啦了。伊丟是咩？破病嗰條。聽講就是我去買暗嘅位，伊人有跳檔，所以伊人來梅咯。來梅了，帶迄個 victim 來。帶迄個 victim 來了嘅時，迄個 victim 來了。Next to 迄個人講嘅時，伊人講真係 high pitch 嘅 frequency 嘅。哦，伊講話是實個迄個 victim 會教人講話，but 伊 speak in tongue 啦，but in a very high pitch frequency 嘅。講咧 ，after that 人講教 translator 講 what is happening，translator 教 the family 講咯，講哦，即個就是即個人就是安尼。即人到啲外國嘅時咧，丟物件，特別 Western 嘅。了丟物件 Western 了，即個人拄好 ，I think lucky also 拄到好嘅 spirit。哦，好嘅 spirit 成個 Christian type 嘅， so 好嘅 spirit sometimes protect 即個 victim，sometimes because the spirit is not there all the time。So sometimes 這個 spirit protect，sometimes 這個 spirit protect。所以腦你冇想嘅啦。So when 好嘅 spirit 就是 Western 本嚟 protect 嘅時咧，這個人冇事，特別真係 weak。然後你好嘅 spirit 冇 protect 嘅時咧，這個人就是古古怪怪咯。哦，伊古古怪怪係咩？伊是在 depression 還是破病？
physically 破病。成個 the person is not there anymore。哦，空嘅嚇，我就係 empty shell。empty shell 啦。So after that，係人講 ，I think 請係你 victim 啦 ，that time 嘅時係你 victim 的 whole spirit 到啲那邊嘛。So 人講請你 victim，伊人出來。So 人講人嘅把人講 normal 出來，即係人講唔係講 specific， 所以人講出來，係你 victim 有 whole spirit 一出來是一條白咧。Oh my god！ 一條白咧知無 ？Instead of 成個人 normal 行路出來，哦成個人跳檔，你不要看到 YouTube 人等人把人講嘅跳檔 ，the way 伊人講來是一條，所以你會知所以伊嘅 pattern 無相。即個人，伊個 victim whole spirit 到啲那邊，所以 already 甲人講，伊人傾了啦，high frequency 傾了，伊人 speak 得，係咧 victim 出來嘅時，無成個 normal 嘅人行路出來，知唔？伊咧 victim 出來嘅時，伊跳白咧，伊 dance 白咧，你我亂把看到白咧，所以伊出來行路成個 ballerina 呢。哦， so that means。that it turns out that the whole spirit, when the person is alive, is itu si ballerina lah. Oh. So ilang ki ui yang chia hale pie spirit because suppressed pa. Chia pie spirit hall underworld immediately ilang settle. Oh. So although to si amor pie spirit evil maybe some more a spirit or whatever. So, hele whole spirit 到底hele人那邊啲 protect hele victim， 加等人諗把人講人講，你理解hele物件，係落去 underworld 了。Because why came my temple 伊拉有 also by 有即個 altar for underworld。So immediately for underworld。ilang yakokia. So the point is lang more Christian to see ki pearly gates lang teng lang or even Buddhist lu to ki for lang kyo to see city of the dead no lu to ki for judgment the lily ki underworld ki judgment. 你講咩？咁配？我真係嗰時聽到 ，because 我嗰年 order 嘛就一出去啦，我未逼了嗰陣哦。唔要緊，你去逼。逼我弟弟聽到我。你聽到就到嚟聽到，後尾攞什麼？唔是咩？點解錯啊？我弟弟聽到我把腳我弟弟。好啦，會。Maybe 是 gas 啦，老 gas 啊，咪。Lizard 嚟嘅，Lizard 嚟嘅。我哋不是學 Lizard High。哦 ，Lizard 嚟啦，善堂啦。我嗰啲學 pipe 哈。你喺後尾 ？pipe 啊，我係厝嘅 pipe 啊。哦。你搶水嘅時啊，伊會聲我厝嗰個 cute 個，較早嘅時我人無發現嘅時候，actually 是大馬路看到往鋪喺隻白色嘅狗哦。伊有一個隻。bad habit 伊無 happy 嘅時候，成講有陣時我出去啊，無看到伊阿妹隻白鏡啊，伊就咧梅喺咧坑下邊啊。哎呦，so BB 哈。對，所以特登 beginning 嘅時候我唔知，就係伊有肯定 habit，所以我咪去爭 A 咯，爭一半。BB 是。係啊，計個呢就一大杯。你似狗哦，咁配。啊！真的，我諗睇到 realize 二嚟，我冇去插伊啊。咁配啊！你對啲光更光係咪做咩？係咪鬼？鬼邊啊！哦，鬼邊。咪做，我驚。免驚啦，我諗有啲。我諗你濟人。你做驚做係 disturb 你咪去管伊啊！你該錯啫。你該講我電話了鬼邊？你該講我冇影，當叫我啲錄音條，講鬼告訴我哋錄音條。我講鬼告訴，
等你錄音條無用嘅，肯計講多聲。跟住講而家仲有乜事？不要緊喎，但是個 AI join 嚟講，咱放到對 recording 時，咱咪聽到咯。你講嚇，頂日咁配都冇聽到嗬，我錄掉嘅聲。我，你聽到？你冇，你咪使講鬼嘅故事，你就咪講女嘅故事。有。不過咁配，我是講，我能錄掉，我是。我放你聽下咪，來聽。唔係，咁近咪。你咪聽咩？我三對你知道，冇相嘅。無啊，那碌架客啦，佢哋唔夾講好，伊是講愛將邊咧福建講啊，是愛聽鬼故事，你叫家己開隻 account 啊，興啊袂使，你叫家己開。我咁佢而家是你厝有人困哦。係那人 snore 啊，你是唔是插背？好啦，我啲結張插背啲北京，等陣我喺住北京。有時有人困嘅是樣衝開只大聲嘅嘛，應該是 snore 款嘅。阿婆啊，咁配啊，你做成個情節咩臭話，條條都好事咯。我唔係，我頂擺啲顏色就是咩鬼啊！佢對我對住我唔緊。我唔係。我計估冇聽到情節啊，唔知情節好。啊啦，一半段啦，伊要去早困啦，特擺 because 伊去紅高登真係早晒冇。哈。去紅高登。我不知我做隻 special arrangement 是日本佬伊甲伊，因為伊人兩人早起要車數，哈，要做早起嘅 session 咧。好啦。你講so far 我聽到內正驚鬼嘅故事嘅嚇，就是金配，唔是金配，唔是啊，就是日本佬，唔是啊，就是即個青子加雲吞兩人講嘅鬼嘅故事，就俾我就驚。雲吞嘅鬼故事就係幾嘅。喏。是啦，雲吞講嘅，咁了我會記嘅啊。青子嘛上。講下你個人那鬼第嘢，就講個你。嗱，只 get 依個啊。即係講獨背嘅，係啦。講那邊落嚟一隻了，伊背正背個。伊隻嚟朋友，你叫伊望做嚟朋友，一頭跳嚟頭啲只 get 伊啊，喲叫。我伊講伊大咧學到啲邊樣嘅都叫。得啫。係啦，跟那部嘅，了個嚟巴黎嘅，哇！我聽者，我聽下邊嘅。跟那部個淡淡咩嗬？你淡淡咩？啊，淡淡咩？淡淡咩？本來差小伊。那個未必爆槍我咪鬼嘅，你告訴咪講我。我看下你，頂只隻人看到。你英國部，伊講伊家鬼拍拖嘅，你係成驚嘅。你鬼是伊去 Australia 是 holiday 是八咧？嚇！你以為食驚咩？我冇聽嚇，伊 try to 食驚，講伊 research I think is so， 我唔知意思。食笑佢啊！學鬼幹啊！是唔是係你查甫講伊有一個不知唔知嗰隻阿妹查甫講加一個有正咧 experiences 甲鬼。個 pirate 教應啊！佢哋 pirate 唔知幾千年了嘅，計舊計世紀啊！你甲我講嘅上人嚟嗬？應該是上人嚟啦，好多年數。唔錯啊！即係目睭斜咩啊？唔會寫出嚟，伊超隻哭嘅。我近確聲咯，我哋係近確聲啊，未必就爆掉。伊講啊，伊講伊只隻鬼嘅，係你 fling 嘅，你就達到我們呢時只點咧，然後伊就叫我，伊叫我水咧是目掉了佚佗，了是伊起飛機，係你大波 surprise 用飛機，係你鬼啦，唔是係你大波，係你鬼。Oh my god！ 一對我就會對個英國去。那毛毛菇冇來啊？唔知呢。你講啥？每一關係你聲物件，定住放互人聽嘅聲。毛菇啲做完毛毛樹。你講啊，即係後頂是唔是困住啊？阿妹，哦，個第個，話解，
你大擺困去啊！你大擺。你會平時3點半咩了嘛？2點半。哇 OK， 咱先少等啦。OK， 今日這禮拜講你我聽咩聲？哦，你未聽呀？咩聲？你成日講聲。OK， 我要3聲。伊頭到我聽到啦，我之前咩聽眾甲我講，伊聽到較濟個，係你我未都對伊聽過。伊聽到我聽到錄音嘅時候，我寫開落啲 website 嘛，到一個第幾minute嘅時候，你聽到，伊聽到腦袋嘅時聽到成個就見那聲可能，特別嗬，第三類嗬，是聽到這樣可能，那聲，來聽啊，你聽到呀？我聽下你嚟講啲叫聽到本。第三類落去聽啦，喲，第三類是第一個。頭一個是第大聲嘅。你唔明？那係超聲，是唔是頭一個？你嚇？對。係你個冇呢見，你聽成個 digital 嘅聲，成個 error 咯，成個英國中講咯，所以我冇驚咯，嗰啲聽。成個咩？成個 connection 嘅 problem 啊，你講咯。嚇！依成下成 compression 成個 reverse 嘅 audio 呢，特別係你聽到第三聲，聽到你是只明我幫你聽咁配，嗱教我講你time就到啊。你想買哦？你買啊？你買聽啊？或者早起時我講好你聽啊？哦，伊是暗暝特別驚鬼嗬？伊第個驚鬼嘅咁配。24 hours 不啲是啦。是講你個基本嚟驚啊！I think 別使講，我面就俾講啊。我是 short story。講。我係我男朋友誒，伊樣holiday 是喺kampung，所以樣花車回kampung咯，是 on the way 是快晚啦，無過是2日晚啦，8、9點啦，嚇人啦。花車對面是，所以伊咪是困咗咯 ，because 伊是快長嘅啲所以困咗 ，and then 困咗伊過밤時哦。伊밤伊阿妹咧bonnet了，有 feel 到腦刀砰砰砰砰，係咪啊？一過嘅 bonnet 啊，一過阿妹嚇，伊窗會 feel 到腦嚟嘅嚟，但係一再動嘅，一包腦刀。哦，意思佢成日咧都在入試過頭尾咧過，你밤時跳嘅，係咪？所以一過那刀砰砰，即係after that一過後面밤本就砰咗出嚟，所以。青困，把隻鼻嘅咯，鼻嘅嗬，把隻看背嗬，有佢哋女仔人還拿絲嘅嗬，包掉呀，包掉係咁，阿妹嘅嗰啲嘢嗬，有四攞隻龜條，攞隻，攞隻字咗 one end to another end，就嚟到 left 嘅咗咯。Oh my god！ 唔該出聲啊，規定車人嗰啲困 extra driver 咯。我男朋友講，伊yang balik kampung nampak hantu. Dia macam sini ikut transportation lah. Wah, ai tumpang tới kampung nè. Tumpang tới kampung kat Kuala. 見到你是包掉你白白狼可能啦。包呢。包咗特別浪人，可能呢陣時包即係因部係掛茶嘛，可能因係你 frame 嘅嘛，所以咁包內面嘅大杯嘅。你冇一其實個冇去啊，你看到錢就好啊，我留住咯。唔該開啊，一看到呢，一將佢在那開嘅背皮看伊 husband 嗰邊困咗，你是背看 husband 困咗，你而家都得背嚟。所以 husband 困到阿妹車妹。警車kalau kun asal driver dia macam我唔知啦，但係如果唔是前日話，我22點啦，已經冇啦，幾部點先啦咁配，早起阿妹冇表見嘅，是講咱阿妹，咱早起呢，你叫你看到你 gas tank 唔是早起啊？對，冇想嘛，你阿妹你一個人啲做別嘅，咁配啊，你未必是你嘅即係話部聲咧，我開掉個燈啊。咧，甚至lu speaker 嘛，lu 開你 stereo 啊，開啊 ，and then 播 radio 嘅時候，聽咯，咁樣講話，聽紅聽埋喂，
搞啊。搞你頭出。善堂啦，善堂嘅自己做呢可能。你做善堂啊？一善堂啊，穿開呢大聲，應該是想插背呢大隻咯。OK， 感謝各位聽眾收聽，這禮拜講嘅平成啦，電波成講幾個事講嘅未了，真歡喜呢，老鳥到底嚟參冇人講，就是金佩咯，感謝對嚟，然後確定咱講票頭時，你實講人民見無幾啊，然後個有個都冇唔是Putu Mayom lang ini food yang kalau confuse kali ya. Putu Mayom lah, Oti tu lah, hậu tiang along lah, chai tiam ma, ingkok tiang ahan. Có u nasi lemak có anh講頭頭晚時講條本，nasi lemak có ai講rồi apa lah. Apa ha? Okay. Okay. แล้วก็u tadi Sky Hub 嘅ตัว立頭噶比賽講，感謝點解我收去裝嚇？我係時間都死了。冇嘅。裝 OK， 感謝各位聽眾收聽，下禮拜再見，拜拜。我去困了。John， 我甲你講，你在後面數，我係驚，你知喎。幾那日整下半暝3點啊，可能我不是啲結準做咗你驚。我聽冇，怎麼冇聽到？幾那日整啊，我不是啲厝關了邊係咪嘛？半暝3點幾啊，我啲結準做條邊。我聽到。我看到有人徛喺我邊啊，你知喎。呀！啊，即係大馬時講落雨唔是冇講。我驚啦，別使講啦。當今咪是講咁是聲啊！特別在我 YouTube 嗰度聽到咯 ，YouTube。特別聽到阿 John 笑緊，你可以不要驚啊！你破嘅笑，伊們走。伊們走個了咯，還是？咩啊？你看到一人咧，怎看到伊影，還是看到咩？伊個人，唔是想到時間都看過去，有一個人徛喺你邊啊，然後你就。啊，你看到是大波雜波？大波嚟，穿嘅衫是迄個。頂擺嘅將軍嘅衫都就係。我看得清楚。青色嘅嘢衫啲將軍嘅衫青色嘅，嗰就夾配啊！我一條嚇，我未都看，你厝有紅光無？有啦。你有紅光多嘅 all these things 啊？就是我紅光嘅。哦，別鬼梅路你知？我驚啊，因為我紅眼看到安尼清楚，安尼一身嘅人徛喺我邊啊，咱伊穿迄個將軍嘅衫是青色嘅哦，我看甲真正清楚青色，因為伊青色個 reflect 起來成啊咧。吉拉淡薄嘅青。哈，吉拉咧成鼻角嘅背嘅色。哈 ，iridescent 淡薄哈。所以真正清楚我跳甲真正懸哦。我跳甲真正懸哦。這是你波比魯嘅啦，這是波比魯嘅。這個物件免驚，但是你拄到嘅是咧，有受人驚，而且你會買物件。哦，你買每個人嘛？你係講下真係 recipe， 新嘅 recipe 係做新嘅 recipe。好啊，新嘅 recipe。我家己嘅 family experience 就是有一道我 mother 去 say after dinner 了，10點幾啊，伊去 say 幫我 and all these things，家己一人到啲 kitchen。了我嘅 father 到啲 living room 下面啦，了我到啲我嘅 bedroom and everybody 咁啦冇啲了，所以 kitchen 我嘅 mother 家己一人去 say，咧伊個 stool 會家己度，伊個 not stool 啊，伊個 kitchen 嘅furniture 咁啦會家己 move 嘅。所以我 mother 我話，哇，還沒來，所以我 mother 驚咧時去教我 father 講咯。Then after that, eventually 伊人去問阿公嘅時咧，阿公教我媽都講，哎呀，這個就是你地主講啦，你地主講 want to play a prank on you。特別會驚，係啦，你關事就 OK 啦。關事唔睇，我們下事。你見到就係講後邊有人波比魯嘛？呢種官波比魯。假使你厝無紅光無白紅光無紅光多下面個了 ，then if 你成個 Christian 無 cross，then 有一個物件徛了你啊 ，then 巴黎行頭啦，
把下物件啦。等陣 Skype 會 come out 個 Skype 一定一禮拜攏聽到 bonus episode 咁配嘅，你講看到你請誰掌管呢？你一個到底定一禮拜 episode，你個即係是 subscribe 但 subscribe 好，但是我出新嘅 episode 是bằng時嘅通知到人，你一個那時你第一正呢，我人現掉是一個錄通知，拜。當